请问脱妆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脱妆哦，是哦，这咱平常时咱拢有化妆嘛，对拢嘛是会顺顺啊讲，化妆为重。你的这安尼白白敢若啊，我就妆火去啊，哎呦，足简单就是妆火去啊，脱妆妆火去。嘿，就这简单啦，嘿，妆火去啊，哦啊，那是阿雄我这边的讲法，或者落妆啦。落哦，妆我这落去啊，脱妆回归落去啊。我嘛讲妆妆火去啊，为了老师的看到胃哇，快点飞，快点飞。妆火去，伊会讲火去。哦，又讲火去啊啦，老师看到伊的火气就讲。我有听过。我有一遍去做工课的时阵，阿雨转去的时阵，阮妈妈看到我说：“恁等下装火去。”哦，哎，妈妈直接讲出来。其实咱调查开差真济，因为这个妆火气吼，这咱真普遍拢捌听过，尤其像咱咧录影啦。妆火气都安啦，啊补妆嘛，补妆对啊啊这就真口语吼，所以咱两队来比拢真好选吼。好，咱做出来结果，妆火气63.7%的人选，哇啊这落妆36.3%的人选。